怎么样？还不错听吗？我觉得还蛮有层次的啊，还不错。这只是 demo 哦。做完记得给我听哎。好啊。哎，这耳机哪里买的？我觉得音质很不错哎。我存很久才买到哎。你会开始做音乐是因为你的兴趣，还是因为你爸爸？我会这么喜欢音乐，是因为小时候我爸常常弹吉他给我们听。虽然他现在离开了，但音乐一直还在啊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做音乐。这雨伞不也有一把？你也有同一把？印象中我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。不对啊，怎么有人在房间里面放伞？就我啊，那伞。哎，你还想不想听别首歌？嗯，好啊好啊。还有什么？我来找一下。那把雨伞对我来说很重要哎。你知道送我那把雨伞的人就是你吗？叶广，叶广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对。哎，在这里啊。这台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不砸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当跟他一样的烂人。这样想也好啊。走，带你去走走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换我。哦，好啊。我来。又大力一点，看到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。好了，走了，半小时哎。哦，好了，老板，这给你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看看哦，现烤鱼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伯爵奶茶吧。老板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，要不要？东西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，是不是不好吃？好了，开玩笑。好吃哦。
好，蛮不错的。再让你睡一下好了。没想到你的制服我穿起来还行哎，没有太小就好了。哎，只是裤子短了一点。没事啦，可以穿就好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家早餐都吃这么丰富哦？对啊，我们家平常都吃这个。你快吃吧，天气很冷。不行，这么没东西，不行，拍起来。我开动了，快吃吧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哎。多吃一点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你收到。那这个耳机想送给你，这不是你很喜欢的吗？不要啊！你戴戴看呐。真的假的啊？你会戴吗？你插错边了啦，不是那边，我帮你戴。而且这个耳机要先放到脖子上，这样子，然后白色的部分在右边，有插进去吗？你赶快吃啊！你多吃一点。谢谢。那我先回教室上课了。啊，好。发现其实你没戴眼镜比较好看。谢谢。那个，怎么了？忘了跟你说，如果你喜欢早餐的话，欢迎随时来我家。OK， 走吧，拜拜。听主任说你这次竞争对手很强，你自己要加把劲，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爸爸今天会早点回家等你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。你怎么会来？给你饮料。谢啦。你也喜欢喝这款？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了。我爸。明天有一个练团，要不要一起来玩？很舒压哦。练团。
真的。这里就是我练团的地方。真的蛮不错的。我刚就是看你啊，不要说别人，带你去认识他刚才弹错啊。听到没有？嗨，各位，这是我朋友叶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广。哎，哇，哎，原来你就是叶广哦，哎，哇，不错哎，哇，你真蛮高的哦，哎，我们起上场的时候，不是，嗨，我是 Iris。你好。哦，不错呢，好可爱哟，好看。哎哥，好啦，你这么热情又下底，反正拿给我。嗨，又见面了。上次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这么客套啦，放松点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为什么到一半就走？人家起张。干嘛？他是我的团长阿健，也是我的好兄弟。我们超好的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介绍我其他团员。这是我的贝斯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哇，你的手也太嫩了吧！好了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鼓手 Iris。嗨，我是 Iris，台湾最美的女鼓手。好了，最美的最美的，我们的吉他手小杰。嗨，我是小杰。你们要喝什么？我们这边有水啊，有饮料，还有那你在紧张什么？啊，我替我们起张紧张啊！哇，可以，应该的，应该。真好。可以。练团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练团了？那你要弹哪一首歌？唱那首就好了，去，快点。好了，另外，拉琴，艾瑞先下，可以啊。坐。走吧。Baby, you can take it away in my pocket, no matter what they say. Cause I like it, 让心跟着自己，逆风飞行，看最美的风景。你晚餐都这么早吃哦？肚子饿就要吃啊。你应该也饿了吧？哎，我刚洗的水果啊。来，叶广，还有蛋挞。谢谢。哎，你赶快吃啊，不要再忙了啦。开动。有刀叉吗？不然怎么吃？啊？当然用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用手吃才好吃。还是你要？那吃吧。哦，谢谢。非常吃。炸鸡还很多哎。你不吃吗？你吃就好。我拿巧克力。